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今日嚟到呢車公廟上蓋呢，介紹一個津岸8號俾大家。津岸8號呢，正中大旺，其實 total 呢有4座嘅單位，咁啊伙數只係981個嘅啫。我而家嚟到呢一個單位呢，就係826尺嘅，係3房陶瓷連公人房，比較少放盤嘅，而且景觀非常之靚嘅。望正成個城門河景，同埋喺自己屋苑嘅平台呢，就可以直出馬鐵嘅月台，可以話零距離。